哇！真是佩服自己有想到换麦克风这一场，为大家带来后面的歌曲。肚子好饿哦，一直看到很多吃的东西。为什么你们这周有鸡翅，有牛排又有鸡翅？鸡翅为什么要出现3次？不是就500块吗？好了，等一下给我打包葱就好。哎，等一下就要做2点的客运回去哦。好，为大家带来这一首《一个男孩在等待》。那首歌叫做什么？等待与期待。等待与白带，谢谢。黑带、黄带、红带、蓝带、黄带。那首红标，开场吧，大声一点。哎呦喂！